嘉义潮港管理法院进行传出讲要停办，潮港的学生也烦恼讲，教育部答应要互因伫院校毕业，可能是假，决定讲家己要来徛出来，而且包括着中正、南华、嘉义等等在地大学生，甚至是教师代表，今仔日做伙发起游行去到县政府，除了要求教育部要来照片照镜以外，也希望嘉义县政府会当出面协助来保障学生权益。原校毕业，原校毕业，校产归公，校产归公，咱拢伫遮，咱拢伫遮。学生甲老师组成的游行队伍，有步调豆豆行来县政府，来自嘉义地区大学学生代表、甲台湾学生联合会、高教工会等等关心受教权的团体，今仔日拢来到嘉义成员潮港的师生，希望教育部慢车同意潮港的停办计划。学校到现在还有教职员在告诉学生，说到将会要申请停办，都是教育部害的。董事会他其实也是很无辜，也有老师告诉学生，如果你参加了今天的游行，你就会毕不了业，千万不能参加。我现在是2年级，那如果学长姐毕业之后，我们大概就只剩下10几至20个人，大概。那我大概是希望就是可以原校毕业。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至少就是教育部要有安置的作业这样子。嘉义县私立潮港管理学院去年向宣布要停办，但是去予教育部主动了后，今年4月董事会阁重新申请，今年要来停办。今仔日来成员的团体就表示，希望教育部会当遵守当初的承诺，嘛希望嘉义县政府会当出面协助。政府应该要立刻出面介入，制止道江驳回他现在所申请的停办计划，保障既有师生的权益，最后让校产回归到公共使用。刚刚老师有提到，道江的财务状况根本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凭什么拿这些老师、国家、民众所滋养你的这些国有财产？去做你自己盈利的一个事业跟工具。潮港今年4年的学生毕业了后，23年的学生只剩70多人，因惊会去互牺牲。潮港校方回应讲，停办计划伫教育部正式决定进前，会继续来办合，保障师生的权益。县政府是讲，私立大学目前依法受教育部的监督，校产管理的问题会配合教育部最后的决定，才可进行研究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